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腾讯新闻今天刊登一篇报道，叫16家房企债务重组落地，房地产风险出清进入深水区。他说，今年以来，房企债务重组和重整自救方面不断有新的好消息传来，包括碧桂园、融创、远洋、旭辉在内多家房企在债务重组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金科股份和协信远创重整计划获得了法院批准，这些积极的进展标志着房地产行业进入风险出清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房企债务重组重点由过去几年的债务展期到削减债务转变，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行业的复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行业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只有大多数出险房企债务重组成功，才真正意味着行业风险彻底出清。说这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8月4号，60家出险房企公布了债务重组或破产重整的进展，其中42家已披露了债务重组情况的房企中，共有16家完成了全部或部分的债务重组。16家企业中有8家是2025年重组方案获批，房企债务重组的步伐明显加快。文章说他说化债重点由展期转向消债债转股成重组标配。债务重组进展顺利与否，实际是债务人房企与债权人之间的博弈与权衡。从已有债务化解案例来看，围绕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矛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如何平衡保交楼任务与债务重组第二个是债务重组中的增信资产存在争议；第三个是能否对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对于债权人而言，是否支持债务重组是一笔简单的经济战，只要债务重组后的清偿率能够超过破产清算，唯一合理的选择依然是接受重组方案。同时从行业面来说，只有大多数房企出险债务重组成功，才能真正意味着行业风险彻底出清。我来谈谈我对这个房地产企业债务重组的一个看法。我在以前节目反复说过很多遍，债务重组的效率比那个破产重整要低。债务重组什么意思？就是债务人就是房企跟那个债权人大家坐到一起，这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虽然我是欠你钱的对吧？但是现在欠钱的是大爷现在也不聊大爷对吧？这事了，那咱们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互相商量。那言下之意就是商量了最后不行还得打官司。所以这个债务重组那纯粹是大家签一纸协议它不像那个破产重整。破产重整是借助司法法院裁决把你这个债给免掉了，对吧？10个亿就变成8000万，还有接连2个亿就一风吹了，它一个强制性。所以说这债务重组成功不成功没有意义那玩意过2年还得打官司。就所有的这个房企债务重组都是这个结局。所以你要看债务重组落地房地产风险出这个显然太简单了。现在的房企债务重组纯粹就是大家讲个故事大家每个人都有个理由好往回缓一缓，因为每个人都有上级单位对吧？都要对自己的企业负责都要有报告完了之后都要有审计对吧？大家都是上市公司，都得给审计还得有个交代监管也得有个交代一般的重组这个刚才文章也介绍了，就是债务延期，这是主流。一般的延个2年对吧？前3年本金是1毛钱，3年以后开始还本1年给你还多少？还10年还完，一般都是这个路数债嘛。所以2年一过开始还第一笔钱的时候，房企没钱对吧？要杀要剐有你们，那就第2轮这个债务又来了，大家接着谈，不行就债转股吧对吧？你变成我的股份。那债权人说也行债转股，但是我还设个条件，万一你达不到这条件呢，我股还变成债。你看就是它都是商议出来的，到时候还得打官司。不像法院法院给你裁决破产重整，那你这个大股东一般都要出局，让这个新的这个叫重整人带着钱进来，带一点点钱然后其他的债务就给你留个10%吧，留债，剩下的统统没了，要么就是转成股份，你不能再转回来了，因为这是法院裁决。所以说看到媒体报道什么16家房企债务重整、债务重组落地，就以为这个事结束了，房地产就好起来了，这是不可能我记得这个上市公司里面房企债务重组成功的第一家，我也不能说它真的是第一家反正比较早，就叫华夏幸福。你去看看它现在什么德行，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什么呢？真的是房地产风险出清，什么意思房企说缓
反过来了，那代价一定是债权人这个债权啊大量的灭失。本来他欠我10个亿的，现在只还我8000万了，我这9.2亿，那我这就没了。也就是说，房企这边你感觉他活过来了，那他代价是别的银行对吧，或者其他的债权人他来背这个包袱对吧？他挨了一刀不折腾。所以你不要看，即便这个啊，比如金科股份啊破产重整成功，那它的代价是债权人大量的债务灭失没了，那债权人的钱也不是天上掉的，那都是别的投资人的钱，就是最终是谁来买单的问题，对吧？所以说你不管这个债务重组、债务这个破产重整、破产清算，那都只不过是买单的一种形式啊，一种手段。那最终谁来买单呢？对吧？这个恒大、碧桂园、融创这么多房企暴雷，这个债务大概多10几万亿啊，最终是有人来买单的。那谁买单谁对吧？房企不买单，那就债权人买单呗，银行买单。对整个房地产行业来说啊，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就是背着一班沉。实际上啊，如果说效率高一点，都走这个法制化，走破产重整不行的话，破产清算，这个效率高倒是快，但是最终也是需要人买单啊。咱们以前介绍了这个家居行业，那么多跳楼的创始人对吧？什么居然之家，还有这个好多家装行企业暴雷，你比如说什么住房儿一大堆的对吧？这都是在买单，这都是在为这个房地产低迷啊、楼市下行啊在买单。比如那个西贝电梯老板跳楼，压力传导到他这儿，他扛不住了，选择走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再看啊，这个经济观察报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房企化债样本，说的就是融创，咱就不多说了，就是融创也是这个债务重组，他这已经重组2回了，对不对？恒大刚暴雷的时候，融创暴雷马上就重组，一重组境外债重组，他就成功了。我在节目里说过好多回啊，这也就是你债务重组成功的前提就是大股东拿出诚意，对吧？大股东作为这家债务人这个掌舵的话事人啊，他愿意把自己在外部的财产拿过来做征信，总比你这些债权人说把这个企业搞破产清算要得到的多，对吧？你如果破产清算的话，你恐怕一算账只能清偿率只有1%，对吧？100亿你只能拿回去1个亿，100万你只能拿回去1万，这个太低啊。那融创的对吧？这个孙老板说，我把我自己对吧外面的钱，我们家的钱拿50亿在这儿抵押，或者这个资产啊抵押，这叫征信。哎，债权人一看可以啊，我给你3年时间，如果说不行的话，你这不还有50个亿我来分吗？那我好歹能多分一点，所以就债务重整就成功了啊。但是很可惜啊，3年一到，融创对吧根本没有改变，没有好转，所以他就第2次重整，接着也就是把债权人叫来接着商量，你让我今年开始还本金，我还不了，咱们再延3年，就这意思啊。那这债务人很简单，那你还有没有什么钱拿出来征信啊，对吧？再往里放一点，就这么一个态度。但是这次融创他是没钱了，对吧？大股东说我也没钱了，要死一起死。那债权人一看，对吧？那真死吗？真死那不没了吗？所以这个融创啊底气也足了，对吧？也就是看谁心狠，谁这个就充分的体现了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所以这个融创就提出了啊，转股，对吧？我没钱还，你这个债要转成股，不转就死给你看。好了，就这个啊，这个被经济观察报啊，它描写成房企化债的样本。这个经济观察报啊，仿佛博弈说，不同时期的房地产市场不同，房企现金流状况不同，化债方案也不同。2022年，多数房企化债倾向于以时间换空间，化债方式以展期和降息为主。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多数房企无力支付展期利息，也就是连利息都付不了，不要说本金了啊。从2023年底开始，一些房企开始推出整体重组方案，首次引入强制可转债，也就是啊这个债转成叫可转债。但是啊，由于部分基金自身合规性的要求，拒绝接受转股，房企最后通过菜单式选项为这类投资人提供更多选项。从展期转向重组，对投资人而言意味着利益受损，所以债务重组初期，投资人激烈反对。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投资人开始接受房企偿债困难的现实，逐步接受重组。全额重组到削债式重组的转变，同样经历部分投资人的激烈反对。上述财务顾问呢，告诉经济观察报，某为房企境外债重组过程中，为了说服投资人，除了重组方案外，还做了一份破产清算方案，用事实告诉投资人，一旦破产清算，投资人损失更大，进而说服投资人接受重组方案。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啊，我死给你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啊，当这个大量的房企进入破产重整之后啊，这个确实房地产行业这个出清啊就加速，出清加速并不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就好了，而是叫伴随着阵痛，也就是它这个房地产行业的阵痛啊向其他行业传导，比如刚才说的什么家居行业、家电行业，甚至建材行业，少不了有很多要跳楼的。我们再看啊，还是经济观察报，他刊登一篇文章叫越秀房产基金成立专班打响出租率保卫战，主要是说这个写字楼出租收益。他说做了快20年的包租公
中越秀房产信托基金啊，这个在港股上市的啊，管理着众多1、2线城市的酒店、商场、办公楼，连接着来自各行各业的租户，也正深切感受着不同业态所触达的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冷暖。8月14号，越秀房产基金发布2025年中期业绩，上半年越秀房产基金收入总额9.66亿元，同比减少6.6%，已连续第2年下降。受投资物业公有价值亏损的影响，越秀房产基金的亏损面进一步扩大，除税后净亏损3.37亿元，其中写字楼收入5.32亿元，占比55%，较去年同期减少5018万；酒店公寓收入2.5亿元，占比26%。专业市场如零售商场收入也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也就是这个越秀房产基金啊，它主要是投资物业如出租收租金的，当包租公啊。结果你看看啊，亏成什么样了？说近年来来自上游各行业降本增效的压力逐步传递给了物业管理方。一位5大行分析师透露，办公市场的大部分交易产生于企业为了降本进行以大换小，从市区向近郊甚至远郊搬迁的需求。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现在这个写字楼市场啊，这种你来我往，它不是说这个企业的壮大，然后它要更多的这个办公面积，不是这个。这个写字楼市场现在退租啊，再租赁，纯粹是叫降本增效导致的。也就是他这个企业租的这个写字楼，他要换小的，他就把原来的大家退掉，再找小的，找便宜的。还有从市中心他要搬到这个郊区便宜啊。所以现在写字楼租赁市场都是这种租赁业务，不是那种啊我要开个企业，我要创业，我现在要1000平米的写字楼，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越秀房产基金难以独善其身。基金管理人在财报中坦言，上半年企业降本增效、扩张保守的趋势延续，写字楼办公持续承压，零售商场和服装专业市场受消费疲弱影响，商户经营压力有所增加，高端酒店公寓面临消费降直接冲击，房价也在下调啊。通过这个越秀房产基金它的这个半年报和它的这个分析啊，咱们就知道整个的市场是什么个。我们一直说要关注写字楼的这个出租率以及租金的变化。如果写字楼的租金一直在下降，如果写字楼的出租率啊，也就是空置率一直在增长，那么至少说明这个就业环境恶化。你就业环境一恶化，人就在这待不住啊，就得去别的地方。你这地方呢，无论是房子的租金还是房价都会下滑，也就是你房地产很难稳，进而你的消费其实也很难稳，对吧？这就是经济形势啊，对吧？这是越秀房产基金的这个财报啊。越秀房产基金应对办法是针对每个项目制定策略，成立专班，把稳定出租率列为优先考量，并推出带装修单元、中小户型单元等，和优质客户提前续租。这什么叫提前续租？也就是给你便宜，对吧？租金下调，打出一套保卫出租率的组合拳后，上半年越秀房产基金所管理的物业整体出租率在82%以上。作为广州核心地标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写字楼，续租率达到70%，也就是你降价也只有70%人续租，剩下人还有30%的人啊搬到郊区去了，就你给我便宜我也不要，对吧？我要降本效。这是经济观察报报道的啊。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那个有个关于商场的这个节目啊，对吧？这叫是恒隆广场，它就是为了保出租率，它只能降，就是降它的租金啊，所以它的营收好像降的不多，但是它的利润接近亏损，不赚钱。这个越秀房产基金也是这个路数，不行就降价，保人气啊，对吧？要不你在写字楼里面空空荡荡的，咱们老说一叶知秋啊，管中窥豹，你就通过这个就知道现在经济是什么个形势。我在这个很多节目里面都说过啊，我是2002年那前后，我在国贸那一片混，但是我们公司好像在那个嘉里中心的西边光华路啊，有个汉威大厦，那个时候汉威大厦还是不错的，现在不起眼了啊。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汉威大厦还是不错的一个。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公司啊，一共也不多，就300人吧，多的时候啊，居然在那个汉威大厦里面，就每一层的一个办公室，喘牙交错啊。就按理来说，像我们300人应该租一个整层2层就够了，但是我们可能4、5层，每一层呢都有别的小公司，还有我们公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公司扩张特别，写字楼跟不上啊。我们公司那个行政专门就去找物业，就天天就打听，哪家公司要搬走赶紧给我们，对吧？留下，如果能调剂的话，就把我们那个几个办公室调到一起，就像那个挪那个俄罗斯方块呀，实在挪不动，那都抢啊！一听说哪家要搬走了，人家搬走也不是公司倒闭，而是人家也要扩大这个面积，确实没地方，所以他就选择新的写字楼搬走。
走，他一搬走，那些老的租户在那儿就开始抢这个空出来的办公室，都这样。你现在20年过去，现在是物业反过来求这个租户，哎，你千万别走啊，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想便宜是吧？咱们都能谈。我们再看看这个南京啊，这个荔枝新闻报道啊，说南京二手房遇冷，房东选择下架租。近期犹如南京二手房市场溢价空间过大，也就是这个买房的人呢砍价太狠了，对吧？一刀直接把大腿砍掉了。说部分房东啊选择下架房源，转而考虑出租。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了解到，尽管周末客户带看量有所提，但房东和买家之间的价格预期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成交难度增加。南京的韩女士表示，她位于玄武区的两室房源从98万呢降至71万，是吧？这一下就砍掉小30万了。但买家还价仍然低于她的预期，因此她考虑将房源。大家看视频啊。韩女士在南京市玄武区新贤家园休闲院有一套2室的房源在售，2024年6月挂牌登记的价格是98万元。此后自己也主动降过价，也有客户上门看房，但谈的意向价格一次比一次低，韩女士就想留着出租不卖了。现在的话是降到了71万，大概给的价格呢，确实一次比一次的低。现在确实卖的可能也没什么信心了。就是说，如果真的觉得卖不掉的话，价格太低的话，我这边就考虑出租了。因为价格太低的话，就已经低于我买入的价格太多，那就可能没有卖的这个必要了，对吧？拿出出租的话，还是可以赚点租金。今天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看到周末客户的带看量较平日有所提升。经纪人介绍，最近溢价空间过大的客户，房东都考虑不卖。刚刚带看的这单就是这样。业主的心态就是可以主动的把价格往下调一点，想让更多的客户能过来看他的房子。因为毕竟最近天气热，看房的客户比较少，但是呢，价格调下来之后的话，之前还个10万块钱，我现在可能就让个5万块钱。但是买房呢，现在的客户嘛，觉得我现在在买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或者是心里有点忐忑，就这样的，就是生怕自己可能买亏了，但是还价还太多的话，业主呢那边也不会卖的。从市场表现来看，上周南京二手房成交量出现下滑，但套均成交总价环比上涨了 7.5%。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房价处在下跌通道，环比开始收窄。也就是说，二手房价格还会往下走，但可能跌得越来越慢。在这种情况下，有购房需求的买家该怎么选房呢？目前主流的话，成交其实还是刚需，大概60到90个平方左右。再大一点，可能大概再稍微带点改善一点呢，大概在110、120这样的话。那么大区域的话，基本上肯定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如果看一个他这个上班的地方，或者是地铁沿线，对吧？然后学校什么的话，都配套要齐全的，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包括你自己住或各个方面呢，后面你再说我可能去其他地方了，出手也相对来讲会好一点。业内人士建议，刚需买家可以盯紧地铁口、学区稳定、房龄10年以内的小3房；改善型买家则可以慢慢挑，上架的一些次新房源较之前开盘价有所下调。市场数据显示啊，上周南京二手房成交量下滑，但套均成交总价环比上涨 7.5%。业内人士建议啊，刚需买家应关注地铁口、学区稳定、房龄10年以内的小3房；改善型买家则可以考虑次新房源。这些房源的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对于买家而言，选择配套齐全的区域，如靠近工作地点或地铁沿线，且有学校等配套设施的房源，将更有利于未来的转手。实际上啊，应该是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应该再等一等。现在8月份啊，这个各地的二手房是呈现出一种加速的态势，对吧？你完全可以等到年底再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态势啊，你很难扭转。就是说，你开个什么会，出台个什么措施，没有办法阻挡不了。你无非就是让它跌得快一点，还是跌得慢一点，对吧？现在能做的就是出台一些措施，让它跌得缓一点，不要跌得太快。但是大趋势就是往下。而对于这些房东来说啊，你要想卖的话，早出手，越拖越不利，对吧？当然了，你心一横不卖，对吧？我也没有现金压力，我也没有贷款，我也不
用还按揭贷款，对吧？我能租就租，租不了我就放那，这没问题。否则的话，对吧？你既然想套现想卖，那就越早越好。我记得去年9月份啊，是不是出台救市措施的时候，咱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说，对吧？想卖的赶紧卖，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大家还记得吧？去年9月份出大招的时候，我说了，除了北京、上海这2个地方刚需比较为难，北京、上海的刚需啊，它不好判断，不买吧，感觉房价要涨；买吧，它房价还要低，比较难判断。其他地方啊，对吧？都是能等就等，想卖的早卖，想买的等，想卖的早卖。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不要想着它涨价，你看看，对吧？去年9月份你不卖，10月份你不卖，现在想卖不掉，对吧？买房的杀价更狠。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新浪财经21世纪财经啊报道啊，说多地紧急辟谣，房东税来了。据中国政府网消息，住房租赁条例将于9月15日实施。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活动的行政法规，它旨在解决虚假房源、押金乱扣等租房乱象。随着条例推出时间临近，房东税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有消息称，房东税将在9月15日随着条例的落地正式开征。有人称房税负要增加，有人担忧房租会因此上涨。这些看起来言之有物的推论却经不起推敲。针对所谓的加税令，成都税务微信公众号8月14日刊文辟谣称，出租房屋相应的税费政策是实施了数十年的规定，并未因条例出台而调整，更没有新增房东税。广西电视台广西财经微信公众号也刊文称，冲上热搜的房东税来了，经不起推敲，别被带节奏。也就是官方媒体啊下场辟谣。我记得这个房东税，我们前几天这个节目介绍了啊，房东税指的就是什么增值税啊，然后什么房东的个人所得税啊，还有这个对吧，租金的这个要交的这个营业税，合计啊加到一起叫房东税。我们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这个房东税实际上就是吓唬人的，至少现在是不会说，网上也是以讹传讹。那现在官媒啊就是下场辟谣，给大家吃个定心丸。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啊，该来的还会来，也就是他现在不收啊，现在应该是不会收的，但是未来对吧，5年的他还是要收，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有个叫什么金税4期啊，叫什么那玩意儿，就是你所有的收入，不要说房东税了，不要说你房租啊，把房子租出去那个你要交税，你就是你有个车你租给别人，对吧？你有一块好表你租给别人，你的收入都得交税。也就是你以后啊，你每一份收入，无论是租金收入还是你的工资收入，还是什么炒股收入，对吧？你炒纳斯达克、炒美股赚的都得交税，这是趋势啊。但是现在就交那还是早了点。最近这个我看网上有很多官媒开始辟谣，那个叫什么叫强制社保，9月1号开始。网友我们认为呢就是叫强制，但是官媒解释了说这个不是啊，以前怎么收的，现在还是怎么收，对吧？这个也还是这个过去那个搞法叫民不举官不，对吧？只要员工不去告的税务社保法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概就这意思。但是作为企业主，对吧？作为小老板、个体户或者叫什么开餐馆，人家经不起折腾，本来就是微利，本来就是苦苦挣扎、苦苦维持，对吧？万一哪个员工不着调的不去一告，不仅要把他社保补起来，还得给他赔偿，谁经得起啊？你指望着别人不告，怎么可能呢？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